镜周刊报道，国际最大的串流平台 Netflix 近几年积极投资亚洲原创作品 ，OTT 并不盛行的韩国更是他们锁定的重要目标。信号编剧经营机遇，失控隧道导演金承勋携手的《李尸朝鲜》是 Netflix 端出的首部韩国原创影集，每集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的预算，向观众展示比起美剧毫不逊色的制作水准。推荐给喜欢制作精良场面浩大的人，对僵尸与权力斗争偏好的人。《李尸朝鲜》改编自编剧金银基2011年执笔的网络漫画作品《神的国度》，以16世纪朝鲜王朝为背景。故事讲述王世子李沧、朱智勋氏想见卧病在床多日的父王，却一直被宫中的人阻挠。某日偷偷潜入，竟发现身上散发恶臭与血腥味的怪物，直觉认为宫中必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为追寻真相，他为服出寻找寻为父王医治的大夫，却在过程中意外发现瘟疫正大举扩散，凡得此病者会死而复活，成为嗜血且爱吃人肉的怪物。医女徐飞、裴斗娜氏也协助调查疫情的过程中，发现整个国家因领香赵学珠、柳成龙氏都陷入危险之中。国师几乎是皆受欢迎的题材，但对韩国来说却是既陌生又新鲜的内容。2016年首部有关国师的电影《失速列车》大卖并热销于100个国家，并未让韩国一窝蜂开始制作相关的影视作品。但去年底张东健、铉彬主演的电影《失落之城》票房与反应都不如预期。尽管如此 ，Netflix 仍对《李尸朝鲜》信心十足，除有品质保证的编剧经营机外，找来自编自导，非常惊叹。失控隧道票房名导金承勋长进，更是如虎添翼，尤其主演群朱智勋、柳成龙、裴斗娜都是一时之选，更让这出影集成为未拍先轰动的大剧。第1季仅6集的《李尸朝鲜》拍摄制作长达1年，不止场面浩大广阔，连饰演国师的林演群都不马虎。早在戏正式开拍前就分成3组进行演技训练，美术、道具、场景都极致考究，以4K 摄影机拍出来的每颗镜头都如电影般精致，叫人惊叹不已。延伸阅读